走進 Burnaby 嘅 Edmonds Park， 我哋睇到一串串嘅花朵層層疊疊碎山而下，好似瀑布一般。呢啲就係紫藤花啦。花瓣垂吊喺枝頭，漫步喺紫藤花嘅瀑布走廊，為我哋帶嚟咗一場視覺嘅盛宴，浪漫嘅氣質。紫藤花喺古代詩詞中被譽為高尚嘅品格同埋清新嘅氣質。紫藤花象徵住帶嚟美好嘅憧憬同埋期待。紫穗圓穗，呢啲係紫藤花嘅特色、特點同埋特徵。咁美麗嘅景致係拍攝喺2025年5月，美得令人炫目。